想象一下，你依家喺508米嘅高空，腳下係好似螞蟻咁細嘅台北車流，你冇安全繩，冇降落傘，唯一連結住你同呢個世界嘅就係你幾根手指頭。呢個唔係特技電影，而係真實發生喺台北101大樓嘅一幕。大家好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今日我哋要講嘅係一位真正單挑死神嘅男人 Alex Honnold。當全台灣嘅人都抬頭望住101嗰陣，佢正喺度用雙手重新定義人類嘅極限。但你可能唔知道，呢場看似瘋狂嘅表演背後竟然隱藏住長達10年嘅執着，同一位最敢搏董事長嘅大膽決定。要理解 Alex 點解敢爬101，我哋一定要先認識佢嘅過去。如果你聽過 Free Solo 赤手登峰呢部紀錄片，你就知佢係邊個。2019年呢部片奪得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，記錄咗 Alex 點樣喺完全冇保護嘅情況下爬上美國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嘅酋長岩 El Capitan。酋長岩係一塊高900幾米、接近垂直嘅花崗岩巨石。Alex 當時喺上面爬咗4個鐘，只要有一粒沙、一陣風或者一個手滑，佢就會粉身碎骨。科學家甚至幫佢做過大腦掃描，發現佢大腦入邊負責恐懼嘅杏仁核對危險嘅反應比平常人低好多。對 Alex 嚟講，高空唔係恐懼嘅來源，而係佢最冷靜嘅辦公室。其實 Alex 同101嘅緣分要追溯到10年前嘅。當時佢第一次嚟台灣，見到呢座具有強烈東方元素、一節節好似竹咁嘅建築，佢就已經想爬。但係當時佢選擇咗尊重，因為佢唔想做一個非法入侵者。直到2024年機會終於嚟啦 ，Alex 團隊正式向101提交申請。雖然 Alex 爬過無數天然懸崖，但城市建築嘅玻璃幕牆、鋼結構加上高空亂流，對佢嚟講依然係全新嘅挑戰。佢曾經形容爬101就好似喺一個巨大嘅人工梯田上邊行進。雖然每8層就有一個平台可以休息，但嗰種懸空感同城市嘅壓力係天然岩壁比唔到嘅。咁問題嚟啦，101係台灣地標，萬一發生意外，邊個負責？呢度就要提到101新上任嘅董事長賈永婕。好多人覺得做地標管理最重要係穩陣，但賈永婕唔係咁諗。佢認為呢個係讓世界睇見台灣嘅絕佳機會。佢喺內部承受咗極大壓力去說服各方單位。佢強調呢次唔係賭命，而係一個高度專業化，有 Netflix 全球直播團隊配合，經過無數次結構計算嘅專業項目。賈永婕嘅批核體現咗一種創新嘅管理思維。只要風險可控，點解唔俾世界睇到台灣嘅堅毅精神？攀爬當日 ，Alex 嘅動作流暢到令人窒息。佢喺101嘅外牆，好似一隻輕巧嘅蜘蛛，每一分每一寸嘅揸握都精準無比。地面無數人屏住呼吸，睇住呢個男人一步步登頂。呢件事喺網上引發咗兩極討論。有人話佢係英雄，佢展現咗人類不屈嘅靈魂；亦有人話佢係自私，如果佢跌落嚟會造成幾大嘅社會恐慌。但 Alex 曾經講過一句說話：我唔係追求死亡，我係追求活着嘅感覺。當你同死神距離最近嘅時候，你先會發現生命係幾咁寶貴。Alex Honnold 成功咗，佢喺101頂端影嗰張相，將會成為極限運動史上嘅經典。佢用行動話俾我哋知，恐懼係可以被管理嘅，而夢想係值得用10年去等待嘅。換作係你有冇勇氣為咗一個目標去到咁盡？喺留言區話我知你嘅睇法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呢條長片分析，記得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， 點讚同分享出去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